乜哥歷史散策將會帶領大家登陸沖繩，認識琉球演變成為沖繩嘅歷史。喺第3集，我哋將會一齊了解國際貿易點樣影響住琉球國嘅興衰同埋文化發展。琉球國曾經係東亞海上貿易嘅重要中繼站，同中國、日本、朝鮮以至東南亞各國都有密切嘅往來。但係呢啲貿易關係點解喺16世紀末突然終結呢？呢個劇變又點樣改變咗琉球嘅國運呢？至於首里城奉神門側嘅萬國津梁之中上面嘅銘文寫住：琉球國者，南海勝地，而中三韓之首，以大名為副居，以入域為唇齒，在此二中間湧出之蓬萊島也，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，義產自保，充滿十方剎，地靈人物。等我哋一齊參觀福州園、護國寺同埋原比屋舞御樂，認識琉球文化兼容並蓄嘅一面。如果要印證中國對琉球嘅影響，唔可以唔提及閩人36姓。為此，我哋嚟到福州園。福州園位於昔日琉球國九米村嘅遺址上面。九米村嘅居民係嚟自中國福建嘅閩人36姓嘅後裔。相傳喺賊渡嘅時代，閩人36姓喺中國渡海而來。閩係指福建，姓即係指鄭、陳、蔡、梁、程、馬、金等等嘅中國姓氏。簡而言之，閩人36姓就係嚟自福建嘅移民群體。36並唔係真係指緊36個姓氏，而係泛指其多。佢哋嘅後人形成咗被稱為唐營或者九米村嘅聚居區，憑藉佢哋喺航海、翻譯、文書編撰同埋造船等領域嘅專業技能。呢批移民唔單止成為咗琉球同中國交往之中不可或缺嘅人才，更喺引入中國文化方面扮演咗關鍵角色。扮演日琉貿易中介角色嘅主要係日本嘅僧侶。呢一批僧侶久居琉球，唔單止擔任傳播佛教、日本藝術嘅文化使者，同時深受皇府器重，喺外交事務上面貢獻卓絕。護國寺或者可以為我哋了解以上一段歷史提供線索。根據中山世譜嘅記載，高野山真言宗真人賴眾抵流之後，喺中山王賊渡嘅支持之下，喺波之上創建咗護國寺。呢座寺院以聖觀世音菩薩為本尊，喺第2尚氏王朝嘅時候，成為咗琉球國王嘅祈願寺。除咗賴眾喺琉球歷史上面留名嘅，仲包括喺13世紀中葉開設極樂寺嘅禪監，喺上真王時期扮演王府顧問，建立圓覺寺嘅戒隱成府，留低咗萬國津梁之中銘文嘅溪隱安潛等。要了解琉球傳統信仰喺政治上面位置，我哋必須前往原比屋舞御樂。原比屋舞御樂係由上真王喺1519年創建，建築物內嘅樹林稱為御嶽，係琉球傳統信仰嘅聖域。御殿前方矗立住一道石門，佢嘅造型雖然係門，但係並唔係用於通行，而係國王出巡之前舉行儀式，祈求旅途平安嘅祭拜所。石門融合咗日式同埋中式嘅建築元素，
屋脊中央可以睇到火寶石石雕，兩側各自裝飾住魑魅雕刻。石門嘅主要結構同埋屋頂係由珊瑚礁石灰岩建造，屋脊同埋佢嘅裝飾就使用咗砂岩。詩草紙卷13其中一首詩描繪咗當時琉球國際貿易嘅盛況。君臨首里太陽子，竹浮島。唐南蠻船舶混雜那霸港，君臨首里太陽子。然而，及至16世紀後半葉，憑藉中繼貿易而繁榮嘅琉球大交易時代，逐漸籠罩喺衰退嘅陰霾下。隨住清朝放寬海禁，中國商船得以直航海外，琉球喪失咗佢中轉貿易嘅優勢地位。加上葡萄牙將勢力擴張到馬六甲海峽，國際局勢嘅劇變最終迫使琉球退出東南亞嘅貿易舞台。